3、2、1。係啦，我哋港島南港鐵站就三沙商場上港島南岸嘅壓軸巨作全新住宅項目，正式命名為 Deepwater South。今日咧就正式登場，同團嘅朋友同各位代理朋友見面。Deepwater South 作為我哋港島南岸壓軸嘅巨作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可以打造咧一個全新嘅生活體驗或者主題啦。咁係咩咧？就 The Lux of French Riviera Reverence。咁啊，希望可以有作為我哋嘅主題啦，亦都配合咗啦一啲南法嘅度假風情啦，希望可以體驗到啦法式嘅奢華啦，海岸嘅生活啦。咁啊，項目嘅命名裏邊啦 ，Deepwater， 咁我相信都係呼應翻啦我哋嘅傳統嘅豪宅區啦，有地段啦、深水灣啦、專櫃嘅地段啦。個 South 咧，我相信都係代表翻港島嘅南區。咁啊，過往亦都係一啲所謂新市民聚居嘅地方，咁亦都在一個自然嘅風景啊，一啲臨海嘅住宅嘅生活體驗啦。咁啊，名就好簡單 ，Deepwater South。咁啊，我相信 Deepwater 都係反映翻佢哋。咁啊，South 嗰度咧，我自己覺得都有少少咧配合翻人間嗰個行情。大家都講九運，咁九運最係咩咧？其實佢哋可能一個南一個北，咁啊亦都反映翻咧呢個人助咗未來一個好有運勢嘅地方咧。咁都希望啦，我哋每一個準買家或者有興趣嘅人士咧，都把握最後一個嘅機會啦，進駐我哋港島南全新嘅項目。Deepwater South無據港島南港鐵站同埋嘅收西商場上蓋設有咧住戶專屬嘅升降機，經商場咧已經可以直達港鐵黃竹坑站，為眾多港島南岸眾多期數之中咧最近港鐵站嘅一個住客咧可以沿住港鐵啦便捷咁行2個站就可以去到港島核心商業區啦金鐘站。作為超級嘅轉車站咧，金鐘站直接可以連接到港島南站、港島線、荃灣線、東鐵線同埋港島線呢4條鐵路嘅，串到港九新界啦。咁沿港鐵出行咧5分鐘可以直達九龍站，從九龍站輕鬆步行對港鐵、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咧無限機遇啦。咁揸車又點咧？出行亦都相當方便，經香港仔隧道14分鐘可以順達去到銅鑼灣商業區啦、中環嘅 CBD， 約20分鐘咧，亦都可以去到西九龍文化區同埋 ICC 商業區嘅。另外咧，項目亦都聚於南區好多專上私人會所，包括深灣遊艇會、香港仔遊艇會、香港鄉村俱樂部同埋香港高爾夫球會。頭先黃生所講啦，名流紳士嘅聚腳地都係。咁同時咧，項目亦都係在優越嘅校網裏面，鄰近有頂尖本地同埋國際嘅學校啦，包括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港大同學會書院、德瑞國際學校、加拿大國際學校同埋新加坡國際學校，匯聚本地同埋國際教育嘅資源啦，相信亦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家庭客嘅垂青嘅。多謝朱姐。咁咧，我哋呢個項目咧，其實有分 A、B 期嘅。咁我哋有請 Jane 咧，同我哋介紹下一個 A 期嘅設計規劃。咁咧係啦 ，Deepwater South 嘅6A 期先啦，講一講。咁6A 期嗰個推廣嘅名稱咧係叫做 Mont Bleu。咁其實咧個設計靈感咧就係源自法國嘅香頌經典名曲《La Mer》。係啦，咁咧嗰個歌曲咧就係以一個好詩意嘅筆觸咧去頌揚南法嘅陽光啦，同埋蔚藍海岸嘅動人景緻。咁就彷彿咧係呼應咗港島南區嘅翠綠山巒啦，同埋湛藍嘅大海嘅美景嘅。咁 Mont 同埋 Bleu 啦，咁就分別咧都係象徵壽臣山同埋深水灣嘅顯赫嘅地位啦，同埋自然之美嘅。
咁咧亦都巧妙咁樣串聯咗南法嘅海岸嘅優雅意境啦，細膩演繹低調而奢華嘅法式生活格調。咁咧就為我哋港島南岸咧注入獨具品味嘅國際視野。我哋咧亦都將法國著名嘅城市、電影之都康城嘅特色元素咧係注入咗我哋樓盤嘅設計入邊嘅喎。例如一啲電影啦、富豪級嘅奢華度假酒店、一啲私人嘅豪華俱樂部、南法嘅海岸線等等啦。咁項目嘅設計上面咧，亦都注入咗黑色、白色同埋金色嘅呢啲經典嘅顏色啦。就猶如咧法國嘅頂級奢華品牌，我哋向佢致敬嘅。我哋打造一個媲美南法康城富豪名樓等頂級生活嘅氛圍。好，多謝 Jane。咁我哋有請菲菲咧講下我哋 B 期咧個設計概念。係啊，唔該晒阿 Jane。係啦，咁啊呢個就係 B 期啦。頭先阿 Jane 介紹呢個 A 期咧，就係呢個好有康城影展嘅風格啦，同埋頭先阿 Jane 提到咧，我哋呢一個項目咧都係響應翻我哋嘅設計靈感係冷呢嗰首歌啦。頭先未開場之前咧，如果大家聽到個 background music 咧，其實我哋特登揾咗 musician 咧去重新寫一首歌啦，咁就係 echo 翻我哋呢個 marketing theme 嘅。咁 Phase 6B 咧，咁我哋個 marketing name 咧就叫 Grandy Blonde 啦。咁 Grandy 咧，顧名思義就係更加尊貴啦、更加奢華嘅一期啦。Blonde 咧其實就係法文嚟嘅，其實即係白色咁樣解啦。咁白色咧其實一方面咧，我哋呢一期嘅設計咧，咁就係有好多白色嘅設計元素啦。另外咧，其實亦都係響應緊南法啦，同埋我哋香港島南岸啦，呢一個海天一色白色嘅呢一個元素喺入邊嘅。咁大家見到啦，咁喺我哋個 TV show 裏邊啦，有一對 model 咁就揸住呢個遊艇出海啦。咁其實喺我哋呢一個 Phase 6B 嘅設計概念裏邊咧，亦都係有呢個 Viva 遊艇嘅元素喺入邊啦。Phase 6B 點解我哋叫 Grandy Blonde 咧？亦都係因為呢一期咧係港島南岸咧純大宅嘅津藏府邸嚟嘅，亦即係話咧喺呢一期裏邊咧，其實全數嘅單位咧都係3房同埋4房嘅大單位啦，深受市場歡迎啦。而呢一期嘅單位咧，亦都係自營深水灣同埋壽臣山嘅一期啦。咁呼應翻咧我哋遊艇嘅精品嘅工藝啦、珍藏嘅地位啦，亦都係歪岸啦。我哋會德豐啦，喺我哋港島啦打造山頂豪宅嘅經驗啦，咁希望為大家帶嚟一個定標嘅項目嘅。Thank you。好，多謝咁多位嘉賓。我哋都公布咗港島南岸6期啦嘅項目嘅命名啦，咁Deepwater South 啦，咁本身呢個項目就分咗2期嘅，咁包括6A 期啦同埋6B 期啦，咁其實2期咧，其實我哋已經攞到預售樓花嘅批文嘅。咁今日亦都透過項目嘅命名啦、公佈啦，希望都係啟動到啦我哋成個項目嘅銷售嘅部署同埋安排。咁睇翻6A期先啦，有463個單位，咁集中嘅其實都係1房、2房同埋3房嘅單位啦。咁至於6B 期咧，咁其實屬於比較戶型比較大啲嘅，咁全部集中嘅都係3房或者4房，咁只係得154個。咁如果2期加埋咧，其實都係610幾個單位嘅啫，數量唔係好多嘅。咁我相信亦都配合翻我哋今年嗰個推售嘅安排啦。咁我哋今年其實會德豐集團都有至少5個全新嘅項目可以推售。咁我哋希望啦，每一季咧有一個項目推售嘅。咁去到新嘅一年啦，咁我相信首嘅投炮嘅就會係 Deepwater South 呢個項目。咁就嚟緊嘅，咁我相信我哋都逐步啦去安排我哋銷售嘅部署啦。頭先都提過，咁我哋會先做一啲宣傳嘅活動啦，關於嗰區嗰個發展啦。咁希望做多少少社區嘅活動，一啲連結啦。咁希望多啲人去認識呢區嗰個發展嘅潛力啦。咁就另外一個，我相信我哋嚟緊都會同港鐵嗰邊去商討咧。我哋推售嘅安排，因為我哋2期咧6A、6B 咧都攞到預售樓花批文，咁我哋都想睇下市場嘅反應啦。我哋覺得適合推6A 或者6B 咁6A 就係 Montbleu 啦，
咁啊6B 嘅就係 Grandie Bronze 啦，咁亦都透過今日咧同大家公佈埋我哋呢2期項目嘅命名。咁嚟緊嘅，我相信我哋都希望可以收到代理嘅 feedback 啦，或者睇下啲客嘅查詢啦，睇下我哋邊一期較為可以優先去推售啦。咁嚟緊嘅，我希望就可以配合咧下個月25號嘅財政預算案，我哋都期望可以喺財政預算案之前咧可以落實推售嘅時間表。咁因為每一次我哋都見到啦，財政預算案都會有一啲利好嘅措施啦，俾到市場信心嘅。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把握到呢個好嘅機會啦，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嘅銷售嘅成績。咁亦都留意到啦，本身因為呢個都係屬於壓軸嘅一期，咁啊過往喺港島南岸都有唔同嘅項目推售，咁亦都見到佢哋銷售嘅成績相當理想。咁我相信我哋都會參考翻同區項目嘅價錢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因為頭先都提過啦，我哋呢個項目嗰個優勢咧，其實都係面向深水灣或者壽臣山。咁亦都加上我哋本身豪宅發展嘅經驗啦，唔多唔少，我相信我哋都會考量翻啦，我哋喺豪宅各方面嘅優勢啦，咁去訂立我哋嘅價錢啦。咁亦都頭先提過啦，我哋喺6B 期裏邊咧 ，Grandie Bronze 啦，咁係提供一啲好大嘅戶型嘅單位。咁過往亦都知道啦，呢類單位喺市場裏邊都越嚟越少。咁我相信都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啦，可以俾到港島南區一啲豪宅嘅買家多一個選擇。好，咁睇下大家有冇問題。咁啊，趁呢個機會啦，都講下啦。咁其實舊年就講咗啦，即係啱啱總結咗舊年嘅銷售成績啦。咁但係就踏入新嘅一年啦，咁我相信我哋都會繼續個團隊努力地啦去安排個銷售啦。咁但係睇翻短短啦1月呢2個禮拜，雖然我哋未有全新嘅項目推售啊，咁但係睇翻我哋手頭項目嗰個推售嗰個狀況都相當理想啊，咁都係反映翻個市況啫。咁啊，短短即係2個星期啦，其實我哋賣咗嘅單位都接近有100個啊，咁啊套現亦都超過10億。咁如果跟呢個速度去計嘅，咁其實好簡單去計啫嘛，100乘24，咁都有2000幾個單位啦。咁我相信已經好明顯啦，同舊年嘅成績係接近或者相若。咁啊，透過今年咧，如果我哋可以落實推售5個全新嘅項目嘅，絕對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嘅銷情咧，應該可以更勝舊年。好，咁啊睇下傳媒嘅朋友有冇其他嘅提問。希望我哋嗰個安排，希望係咁樣嚇。咁亦都我相信都要留待啦，同地鐵嗰個商議啦，同埋佢哋嘅審批啦嚇。咁另外一個我相信都係要到時候考慮啦，究竟係邊一期優先推售先啦嚇。因為我哋好明顯見到啦，6B 期都係一啲大戶型嘅單位嚇，市場係缺乏嘅。咁亦都透過代理嘅反應啦，好多客都係留意緊嘅嚇。咁啊，6A 期嘅，咁我相信都係提供另外一種選擇啦，包括1房、2房、3房都有。咁我哋都先透過命名之後啦，希望可以收集市場嘅意見啦，再作嗰個部署同埋安排。可以講下講多近排豪宅嘅市況，財案方面嗰邊預計財案方面都見到我相信每一年啦，即係財政預算案都會有一啲利民嘅措施啦，嚇，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嚇，即係有一個理想啦嚇，咁亦都滿足到大家嘅訴求或者要求啦。咁就舊年我記得都喺財政預算案都公布啦，譬如話400萬或以下嘅樓價嗰個釐印費大幅減低。咁我相信今年嘅咁都睇下市場有咩意見可以提供俾阿財爺去考慮啦嚇。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反而我哋都會留意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啦，尤其是我哋金融都係我哋核心嘅行業嚇。咁睇嚟今年嘅應該金融嘅行業都相當理想啦，尤其是股市咧，今年都有超過百間嘅公司有機會喺香港上市啦嚇。咁呢個都會繼續維持股市嘅暢旺啦，亦都會提升嗰個資金嘅流入啦。咁亦都股市暢旺嘅，好明顯都會帶動個財富效應。咁好明顯都見到啦，今年或者舊年第4季都明顯見到啦，其實豪宅都開始追落後。
咁好多一啲過億嘅成交咧，其實個宗數咧都係不斷提升啦。咁我頭先都提過啦，咁喺上個月咁我哋都成功售出山頂一個獨立屋啦。咁亦都由於嗰個成交之後啦，我哋都收到好多查詢，咁亦都希望嚟緊嘅可以繼續有一啲好嘅成績啦，一啲成交同大家公佈。咁啊，我哋本身其實集團裏邊今年咧都有2個係屬於豪宅嘅項目係可以推售嘅。咁啊，包括喺九龍半山嘅龍庭里啦，咁另外一個係山頂種植道1號我哋上排屋咁亦都可以透過喺今年裏邊咧現樓推售啦。咁我自己對今年嘅豪宅都睇得相當樂觀嘅，始終就都見到資金繼續流入，同埋就股市暢旺啦，真係帶動到好多即係一啲所謂一啲新上市嘅高管管理層或者主席咧佢哋可以有能力咧可以購買豪宅。咁亦都見到近期咧個查詢係越嚟越頻密嘅。咁我相信嚟緊就豪宅嘅市況都唔會太差。多間大行預測緊落價上升3%，3個邊落價。其實嗱，如果你問翻即係所有即係測量師行或者啲大行估計咧，其實都好正面嘅。咁今年同舊年好唔同啦，舊年就大家都仲擔心估下個樓價係咪見底或者係點樣啦有冇機會即係下跌？咁今年咧其實大家嗰個取向好唔同啦，其實已經係大家確認咗啦，見底回升。咁而家個問題就究竟升幾多啫嘛？咁坊間大家有唔同嘅估算啦咁但係整體大家都好明顯見到啦，5至10%。咁我相信今年應該絕對有咁嘅情況會出現啦。咁有機會，我相信豪宅個幅度有機會係高過一般中小型嘅單位。始終就嗰個資金流啦、財富效應啦。咁同埋就豪宅嘅供應始終唔多。咁我相信都係推動到啦豪宅嗰方面嘅表現咧，會略為好少少。咁但係我相信最終嘅都係睇嗰個市況而定啦。咁亦都睇埋啦政府嘅政策有冇一啲大嘅改變。咁我相信應該就冇乜改變。繼續我哋都希望吸納多啲人才啦，繼續做好我哋幾個主流嘅產業，包括金融服務旅遊零售各方面啦。咁亦都見到有一啲新興嘅產業其實越做越好嘅，就係話資產管理。咁其實呢個都帶動到啦，我哋一啲就業啦，帶動到我哋一啲商業物業嘅需求啦。因為睇翻銀行嗰啲朋友同我講啦，其實資產管理咧過往嗰2年咧嗰個增長幅度相當大。咁我相信呢個都係未來我哋市場一個好大嘅動力啦。咁另外一個嘅無可避免啦，一定係我哋教育嗰方面都吸納咗好多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咧，製造到房屋嘅需求咯。咁呢啲都係支援到啦我哋房屋嘅需求。佢就算唔買，佢都會租。咁今年大家都係仍然係樂觀地睇好租金嘅水平。今年都仍然咧，一般都估計啦個租金水平咧仍然有上升嘅機會，都有5% 左右。咁即係話今年咧亦都會繼續會出現係咩咧？就係話量係會維持，價亦都有一個上升嘅幅度。租金亦都會有一個上升幅度，咁我相信都係反映翻啦。其實整體今年大家都係睇得相當樂觀。咁呢個我相信，由於嗰個氣氛大家樂觀咗咧，都會推動到咧好多一啲所謂投資者入市。所以你見到上個星期咧都喺新界一個新盤推售啦，好明顯喺 A 組時段啦，或者大手客時段咧，其實售出單位嘅比例咧都相當高。咁即係反映翻咧，其實好多投資客咧已經係把握機會啦，所謂偷步入市啦。咁我相信嚟緊今年嘅應該2個現象都會繼續見到啦。除咗價錢上升之外咧，應該就係話新來港一啲內地人士佔個市場嘅比例係會繼續提升。咁另外一個亦都會見到啦，一啲投資客入市嘅比例都會提升。咁我相信呢2方面都係推動到啦。點解今年可以出現到即係嗰個數量啦、銷售數量維持啦，價錢有一個上升嘅動力。菲菲，你知唔知啊？關鍵日期27年嘅，係啦，我哋都係稍後公佈啦。相信就逐步嚟緊，我哋都會繼續展開我哋一啲銷售嘅安排，亦都會保持同代理嘅接觸，同埋了解啲客嘅意見啦，或者
者市場嘅反應。咁就過往都係啦，因為我哋同港鐵合作無間啊。咁每一次項目咧，其實我哋嘅銷售成績都係相當理想。咁所以今次呢個項目咧都相當有信心。好，同埋遲啲啦，我哋希望有一適合嘅場合嘅，咁就同大家去詳細講解我哋每一個項目嘅戶型嘅分佈啦，或者嗰個落成嘅時間啦，或者關鍵日期。如果你睇翻即係見到啊，我哋物業其實已經到咗頂嘅啦，其實都平咗頂嘅啦，咁都係反映翻個項目其實個進度係相當理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就相當適合喺呢個時間推售。